下来呢，马生对看。这个一位是于上海平台头的何志廷，的苏州平台头的徐新玉师兄妹合作上当。何志廷连在了50年代，得了一个兄弟叫何培廷，弟兄上当呢，一派当红，是听众们所熟悉的来意有在。徐新玉，各位听众也并不陌生，你呢诗两声口腔，唱两声实的。去推敲，就越听越有味的。现在就请欣赏马生对看。当一当把位置去向三小林当时的龙庭镇，欲进府门，只可见一张条子：奔赴欲马失机动儿一名，牛仔所来。那么像我最马生对看做第五人。吹响舞团，我是童儿；童儿舞团，路是让步到地上，棒头容易，神功必到。都是考虑到进厦门要有人来做个准备，我一无亲二无亲，这必时候。那把好马子相夫加一让拉手，人们说得来一头送的欧团是为几个字好喽。哎呀，哭啊！不认出来，那么再来呢？哎，哭啥你呀？我还没认出来，看上去只能用个把胸子眼子。哎，八字出去，凡事离开，认出来了。科门人王进，杜开头刚头刚的，青坑早起，那个王八蛋在外旁边，哭哭啼啼。颜色一回红出来的杜开头，总共加你桌子，人红上能立起来，带我死了吧？不对，这是假的。不可见我不死，可见我就死。嘎个那非要举不了，见死不救。来走，口里面装鱼两斤三家嘛，啪啪家里刀进刀里背，我一上水包对，站住！哎，不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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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到了地方你坐下了吧？是。哎，还是一个小孩子。哎呀，小孩子啊！位置太高起步了来的，不是一招。年纪轻轻的为什么死啊？你要好好的告诉我，我二太爷帮你的忙。谁拉的那个两三话，连门单我们凭自家三寸不来之实，百位上当。这个位置也经相夫看了秋香米拉抬举低内房，如此嘛不大人。放屁！哪个不叫我二太爷？你叫我不服啊？瞧不起我？讲个，叫你爸爸不当你长辈自家人。你欢喜做你他呀，底下人怎么没和？如此嘛二太爷。听了。讲吧。住在什么地方？哪？三姨娘龙内走房去，收这亚麻龙，还有往给嘎个讲啊？那你们爸爸妈妈怎么样？
十七上。那后来怎么样啊？自家大人也不能够讲个名字，也换他的二太爷。我是新康明西家贫苦，康轩呐、是哦，为啥要给康熙？健康的康熙肉的熙，大英语大律，这康熙两个字不得当引之气。谁知我叫康熙。我问你，爸爸妈妈怎么样了？那只因自于上帝娘。那后来呢？二太爷。那么舅父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二太爷死了！混蛋！怎么我二太爷死了？我家母就死了。你讲话嘎嘎头呢？是。什么时候死的？那三去岁曾经，这生。哎呀，那么你舅妈呢？那去年在家问他我娘家是条军高人，我觉得呢，那后来该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是无可奈何呀。可怜我对亲不女为斗命，在那最终一时候下班难。我已经退兵，流落大马龙亭镇，月人多见夫妇。啥？我是断亲不女，流落他乡，二太你快快放手，还是带我死了吧？坐下，不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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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反为不斗，手罪龙不落，上罪断亲，断亲不女为受罪，老公该打。谁晓他龙鳞的受罪的不如，伤得起并想要特意，我来个老师吧。好了，二太爷帮你的忙，给你2条钱，拿了围着苏州去吧。我有慢慢语文。你妻儿动地娘为带手举，而为女的，为本二太爷内生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我为带姑手，上无披瓦，下无衬托，与的死在手举嘛，为是死在这儿的好狗儿不要。不要，不要，太少，特少还非要。我给你10两银子，拿了。回到苏州做点小买卖，不是也可以过日子了吗？哎，这俺看起来个大块头了，良心太没狠，不我10两银子，不了把人家一个，不我不要。哎呀，为兵而退，内生也不要。为什么？想我本是不落来呀，我既不能挑，水不能滴。手吃也塞空，10两银子么就老虎吃苍蝇，用无花人生就一死，有的死在手水嘛，还是死在这儿的好。你口中这块龙月的呀，别要死了给他了。
别怪人家害我讲我不领本金这一地方听的，都你银子也实在什么都没占。你说，这么要是那么要是你怎么样？你来你又不死你说？哎，徐老的那个在我儿配你内生的心有美生对看。原来你要到这儿来卖身，真是。哦，这个条子帖子上有人来问询，因为要识字的，连科举这样一个机会不肯走。哦，那你识字不识字啊？不是这个高牛呢，要是推来不推去，到底里向挪当的是高的不来听听。下内生的正义诗话，积极佳能，师傅奋战，草草无凭。我问你识字不识字，你叽里咕噜讲什么讲？哦，你不懂，我乃识字的。识字就好了，识字就好了。好，几岁了？今年24岁，说起来太大不在点，我说的是月地方，他是月在，总是记不来看看。这样我乃是昨日才跨18，那10周年里我就是上8号行出来。哦，做事情跨18。相信你识字，年龄相当是。找一个亲戚朋友来，马上可以做一个中保，耐心投考。是。龙子半日的神女也中班，哎呀，我为子我不中人班，你是不是哭错了呀？哎呀呀，很佩你，这次龙鼎军让异乡客的举目无亲后来中班。没有中班那个不行，不行。能非亲儿太你总一个中班吧？我跟你非亲非故啊！这倒不妨，这也是一个亲戚呀。我跟你认得亲。认什么亲啊？你看认什么亲啊？我已经3年的亲就有点这样，没机会了。他跟我认亲，叫我认爸爸。他是我的儿子，不行，老乡也晓得我没有讨老婆，没讨老婆哪来的儿子啊？叫我声哥哥，我叫他声弟弟，没有这样的大哥哥，没有这样的小弟弟。有了。你姓康，姓康，那你爸爸也姓康了？东门他的当然姓康，就说你家爸爸叫康老三，你得不接对了噻，是。跟我几百弟兄，我比你爸爸小那么几岁，我跟你爸爸几百个弟兄啊，我就是你的，你就是我的那个，你就是。那伯伯听啥子？我是你的孙儿，你是我的孙大人。聪明，我手指半年分手出来。不离手就手出来，还是这样讲。道道就我了，您这里起来说，怎么宋大人先生人呀？可是别你说不？是。恐怕还没有吃点心啊。吃够了。不要客气，你要省西路南方去点心，去不到点心。为这叫马氏这大兵，终于寿终之路，泡沫红中来，请客。我那么上次不在，这山崖落内大兵当饭。红罗哥哥，你的妹子，都是说。你等一下，我禀明老乡爷再说。你放心吧。是。都是。与我阿叔认相了。马六，吃了当，几根不是分给他分量呀，一个秋子丢出来。苏大人辛苦了。太师已怎样吩咐？像关着那真气，老子说，估计那个地马上温中洗不成我功了。不行。怎样？老乡一说原来是要的，现在时间久了，不要买了。那么无解。哎呀，中央司龙大人帮忙的。别着急，我是老乡爷。外边来的不是敌人，是我的侄儿。老乡爷一听啊，就笑嘻嘻的。哎呀，你老人家为什么不说？您老人家一说你的侄儿呢，我一定要买啊！看在你老人家脸上，我一定要买。就是看在我的脸上，要叫你进去看。我要太公了，这东西什么？妹啊，怎样？有一句话我
我要告诉你，什么话？老乡爷问你几岁啊？你该应17岁，你就说17岁；18岁，你就说18岁。你不要做了夸，你一夸老乡爷放屁。哦，吃那个果头嘞！是。于老师背影里来了，嗨！这小王八蛋价值不错不错。林大儿我是有关着等一等，他厦门里打进来，红色已经要马个东儿马不着呀，龙陵镇地方小呀。今朝听见王进来讲是俺个切当嘛，当面口口。现在听见是人大字来，关着海里进来，儿长，这啊，老乡爷传是来了。当把我个上声音溜进来嘛，李活龙还中气做，所有地方嘛口唱溜，宋金所有上到上头了，回到方舟浪，抬到真两浪溜，叶子顶住对三个秋子忙着我拉拉米兜里，两次进去不出来了。好生当中夫妇之鬼，不为台北，了随观看。罢了，我理一些，啥金是有好相貌啊！这个好相貌，不超出来马身。太师一在上，内生及太师一开走起来，都是太再攻一把。一浪一列，可是来了就是莫不是要是。虽然门口当面这样隆隆清赏，新人民罪，心康明修，哪里认识？公说今年几岁了？豆豆，你几岁的？来来听啊，不要哭啊！可是你放心，我们不是这样讲。今年18岁。对，王金妈妈没好个18岁，头那个做到去搞了还差点。差空实是当不过啊，你谦虚点啊，你不管，都比你想我当出来也讲。向内生师傅文章，草草无凭。是，看是。广东，我们俩说是那位当我说2个字嘛，师傅文章草草无凭，那倒不是我经意说我经意讲的，我晓得呀人，我一人之下，百万人之上，你自家看看现在啥个处境啊？最对芙蓉啊！偏嘛，他广，回头里你要说我听过，你是些你哪些灯光呢？可是味道，我家里带个狐狸，带不出，跟他的2、3年里走路。既如如此，老夫欲上礼，面你对公下令，能对非？就对个不合理是便当，三个在平台有唱着开篇，还是不敌摧毁之力，请太师上礼。啥个做上礼？谁弄呢？当这个吃劲来讽刺呢？挖苦呢？听了是洛阳上下绿荫神用心。我要对经过俺家人啊，谁是说明内3个月够容易，烈日当空，够得10里神交，真要不要太阳所杀。心里想，还有啥来个不是错吧？女错吧？他都会懂，你都一无所余。正在为难之际，看见一棵美容杨柳树，太阳照了让下头，有一滩石印，然后拨一拨，抖一抖，不被太阳所杀，相当于来得我得来马身头看，就是拨得子石印滴落。那这样的痴境开出光阴，
你还是不配，不敌应对不来，阿明白。明白。哦，你当我弄不落了来的，这我乃是为子政府让我吹响了来的。那么民人不知何事，那河里向也落地口风不来听听，刘家私送河里进来了，乃生对是。哦，再次命令。待归中去相迎门。阳上下里待归中去，弄绿荫人里相迎门。你分明是来，不是慢慢就来的，是我红色做好这个名气。三姑娘桂花盛开，香气四溢，你门若是香米了来投奔我的。对对，里向打磨皮，听了叫失意。好节哉，好啊！我实在当不好啥个意思呢。待归中去相迎门，待归迎门谁不怕用上？七七三字叫中去相，中秋生读中，中去相。本来一来不来个，口中都吹响了来个，不得应对不来，阿觉得不觉得，好了，他这样的机会，你要多少身家？从来不骂他个，不知市面上的高牛来要买几个东西，一个为数人头了，为数斤头，不晓得。不想有这，不知哪把你想出来。请太师够这么一够。哦，你们是够懂了讲够的，时机将来。我落鬼子，我也没，这是一年。不是水用口口啊，给说好的，5两50帮5千，5两不可能，5千不是50到500之间。啊，我要懂得去。龙定镇一般普普通通买个东西，80两银子，面孔标志的100两10两个是150两，能够带个玻璃200两。这里这个250两我一个300两行要400两马里下来500两跟一个。哎呀，是因为500两分，这是龙定镇高地区收罪的讲好做好只要50两，我为500两要回充450。我曾有为50，不肯高到500，老口。不过看我啊，这样好，可是50两文银。啥？这是50两？玻璃妈妈他老袋子。是啊，50两。尽快分为500两，为500两为充400的。50两比牛太紧，发举啊发举！那也对呀，太举呀，那么法子就这样。哎呀，老太师内身虽是分不清嘛，于是心有悲。是啊，你这么但是心里闲话呀？为子吹响一个东西不挪，还心有个。一想不眼睛，这个流动了，但还补一步，你只讲不落，为兵老太师。想内生乃是姊妹之身，哪料这50两分银尚在身旁，已是浪费，倒不如身在相府的账房之中，择地取息，依着将来娶妻之费。身在账房之中嘛，岂非是分文不取？我想都有听的呀！来啊，民众过起来，代西卖身啊！哎呦，不觉这张2大半一小那个太医，是吧？我来说，太师爷，这场美食风气嘛，能飞上内生是心了吧？一来众人讲，老中国想要代笔费，女人之间何文好2个字，先帮我看一看，也没啥。
来，这预备一切，待他死血满身啊！第五人过来，他里都整好一些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对，当包些奴婢去，来，是我某们我。老兄啊，来的呀，这个我气啥子不气？别气我。现在不是来个你要来个美呀？姐，你我们的三个看人欢喜么个？是莫吧，你假使个莫你低多了，三样门子一个么神就叫你莫别进嘴不去七八嘴的莫吧。说这个没得我好顶两路上。嘿，你太人欢喜了，来呀来呀。我莫走我说起那个照顾，你要用人，我用人，不啊不是那车好吧？他再累不想累得一点啊，哥哥。些地方在与你打去不是真的，对我自己来谋吧。当我来了啊！来这边空在我路呀！来当我这个意思嘛，我背下木头，不然我木了老朋友，我背下我毛。拉起来，两大步就两大步呀，下次一龙战，说到洪山水里面来了。晓得这两个是不台北，我问他们师法中国好，你个人冷眼睛，细细叫欣赏一下。那这两根手手在上头一个，好，一好要动动小个小，花花得个得。真卡还有侧体，还有肘体，还有血力比松体保卫那个是还有。你那晓得啥个名堂呢？哈！你其人康熙，饲养中北王靖，为因父母伤亡，父义无告，对亲蒙拒，蒙拒去世，举娘在家。军高你妈小上去啊，用不了呀。对亲不女又是为州受罪，在追路上20小包上一个内鸡斗3口一头，下子一上马一上，下一马一个，你晚上啥个名堂？想说台湾的哈，金太亮呢，有人斗技巧，女孙王靖引领进门，结果相以当面是古代的3面一名身家因子5岁阳存在蟑螂之中，招地七彩一出将来都有之非，肯定周家3下大气，拉在拉不脱。马儿之天平改名师傅，唐于100亿周也可以，插小改造绝无有疑。那个人还插小了，哪插小了？这个放弃了个呀！哈，所以送上去我美来等人国有天命，当偏浪的去扎小大去。那个人哪送上去啊？马生之后，并非一代是子子孙孙，可乐终身。假如刚奴手追夫大女儿，常归为山当上去，都日不西山，大王土地家中居日。今年1日8岁，3月5自己生，对起。但是身上通手头啊，这张男孩是马什么体呀？想头破内为马特身体想不出，哎呀，重心想，我欢喜这个人用不着重心想。来了，你办着当不好不当的了，他是三个居民张天师的语法无私体。马上那刻就送倾听我党。那后来怎么样啊？自家大人也不能够讲个名字也会特的儿童音。我是心康明熙家贫苦，康轩啊，是哦，为啥也给康熙？健康的康熙肉的熙，当然有道理。这康熙2个字不得当人之气，谁知我叫康熙。我问你，爸爸妈妈怎么样了？那只因自于上帝
那后来呢？二太爷，我听话比邻对母亲。那么舅父怎么样呢？哎呀，二太爷死了！混蛋！怎么我二太爷死了？我家母亲死了。你讲话嘎嘎头呢？是。什么时候死的？那谁去谁参军？这身哎呀，那么你舅妈呢？那去年在家问他年纪是他军高人，我觉得呢，那后来该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是无可奈何呀。可怜我对亲不女为斗命。时候下班难，因为要识字的，你科举这样一个机会不肯走的。哦，那你识字不识字啊？不是这个高牛呢，要是推来不推去，到底里向罗当的是高的不来听听。下内生们，正义是我积极佳人，师傅文章草草无凭。我问你识字不识字，你叽里咕噜讲什么讲？你不懂，我乃识字的。识字就好了，识字就好了。好，几岁了？今年24岁，17来特到在店，我说的是一地方，他是一在，总是记不来看看。这样我乃是昨日起跨18，那10周年里我就是上8号行出来。哦，做事情跨18。相信你识字，年龄相当是。找一个亲戚朋友来，马上可以做一个中保，耐心投考。是。龙子半日的神女也中班，哎呀，我为什么不中人班？你是不是哭错了呀？哎呀呀，二太爷，这次龙庭军让异乡客的举目无亲后来中班。没有中班那个不行，不行。能非请二太爷做一个中班吧？我跟你非亲非故啊！这倒不妨，这也是一个亲戚呀。我跟你认得亲。认什么亲啊？你看认什么亲啊？我已经3年的亲就有点这样，没机会了。他跟我认亲，叫我认爸爸。他是我的儿子，不行，老乡也晓得我没有讨老婆，没讨老婆哪来的儿子啊？叫我声哥哥，我叫他声弟弟，没有这样的大哥哥，没有这样的小弟弟。有了，你姓康。姓康，那你爸爸也姓康了？东门他的当然姓康。就说你家爸爸叫康老三，没得不接待了噻，是。跟我几百弟兄，我比你爸爸小那么几岁，我跟你爸爸几百个弟兄啊，我就是你的，你就是我的那个，你就是。那伯伯听啥子？我是你的孙儿，你是我的少大人。聪明，我手指半年分手出来。把你一收就收起来，还是这样讲。到早就我了，您手里立起来说，什么少大人？有2级3家嘛，他把家里刀进到你背，我你上水吧，站住！哎，不要死！到了地方你坐下了吧？是。还是一个小孩子，哎呀，小孩子啊！位置太高，起不了来的，不是一招。年纪轻轻的为什么死啊？你要好好的告诉我，我二太爷帮你的忙。谁拉的那个2、3
连门单我们凭自家三称不来指示，百位上当。这俺为这也经相府扣了秋香米拉代居地内吧，如此嘛不无大人。放屁！哪个不叫我二太爷？你叫我不服啊？瞧不起我？刚个，叫你爸爸不当你长辈自家人。啊，你姑息中你他呀，只有你这么没法，如此嘛和二太爷。听了。讲吧。梦东分，大吉祥，一过西湖去世。苏州人住在什么地方？哪？三一年龙内走万水，苏州亚马龙，还有黄沟高个叫啊？那你们爸爸妈妈怎么样？为路立着十七，不进退命，绿落大马龙鼎镇，若人得见对亲不女流落他乡，二太你快快放手，还是对我死了吧？坐下，不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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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反为不斗，手嘴龙不落，上嘴对亲，对亲不女为手嘴，老公该打，谁晓他龙鳞的手嘴的不如，伤得起并想要他特意，我来个老师吧。好了。二太爷帮你的忙啊，给你2条钱，拿了回着苏州去吧。我有慢慢语文，你妻儿同的娘为得收据，而为对的，为被二太爷内生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我为得固守上不披瓦，下不衬头，遇的死在松嘴嘛，为是死在这里的好狗儿不要。不要，不要，太少。他说还不要，我给你10两银子，拿了，回到苏州做点小买卖，不是也可以过日子了吗？哎，是俺看起来个大亏头了，良心太没狠，不我10两银子，不了不人家一个，不我别，哎呀，为兵而退，内生也不要。为什么？想我非是不落来呀。我鸡不能挑，水不能提，手吃也塞空，10两银子么就老虎吃苍蝇，用我花人生就一死，有的死在松水嘛，还是死在这里的好。你口中该块龙月的呀，别要死了给他了。别怪人家害我讲我不领本金，这一地方听的，得你银子也实在舍不得你噻。你说。这么要死，那么要死，你怎么样？你来你又不死，你说？哎，谁拉的那个啥闲话？二太爷，内生的心有满身对抗。原来你要到这儿来卖身，真是。哦，这个条子帖子上有人来问询。留下来呢，马上对看，
这个一位是于上海平台头的何志定，的手机平台头的徐新玉师兄妹合作上当。何志定连在了50年代，得了一个兄弟叫何培定，弟兄上当呢一派当红，是听众们所熟悉的来意有在。徐新玉各位听众也并不陌生，你呢诗两声口腔，唱两声实的。去推敲，就越听越有味的。现在就请欣赏马声对看。当一场把位置去向三小人当时的龙庭镇，欲进府门，只看见一张条子，奔赴要马司机动儿一名，牛仔所来。那么像我最马声对看做第五人。吹响舞队，我不是童儿，童儿舞队，路一浪步到地上，当头容易，神功必到。但是考虑到进厦门要有人来做个准备，我一无亲二无亲，这必时候。俺把和马子相夫搞一场拉手，人们说得来一头送的欧队以为几杆子喉咙。哦呀，哭啊！不认出来，那么再呢？唉，口杀你呀！我还没认出来，看上去只能用个把胸子眼子。哎，爸！把子出去，费事离去。认出来了，科门人王进，杜开队刚队刚的，勤恳早起，那个王八蛋在外旁边，哭哭啼啼。眼三一鬼轰出来的杜开队，总共教你做子，人红上能立起来，带我死了吧！不对，这是假的。不可见我不死，可见我就死。搞个那非要举不来，我见死不救。来走，口口里面装鱼。苏州人住在什么地方？哪？三姨娘龙轮走房去，苏州亚马龙，还有王给搞个讲啊？那你们爸爸妈妈怎么样？围炉里着食菜，啥？那后来怎么样啊？自家大人也不能够讲个名字也换脱的儿童意。我是心康明熙家贫苦，康轩呐、是哦，为啥也给康熙？健康的康熙肉的熙，当然有道理。这康熙两个字啊，不得当人之气。谁知我叫康熙。我问你，爸爸妈妈怎么样了？那只因是与上帝娘。那后来呢？儿童我清华毗邻对某
那么舅父怎么样呢？哎呀，二太爷死了！混蛋！怎么我二太爷死了？我家母就死了。你讲话嘎嘎头呢？是。什么时候死的？那谁去谁曾经？哎呀，那么你舅妈呢？那去年在家问他我年纪是太军高人，我觉得那后来该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是无可奈何呀。可怜我对亲不女为斗命。时候下班难，我如今退兵，绿落大马龙鼎镇，若人得见。对亲不女流落他乡，二太你快快放手，还是对我死了吧？坐下，不要死！反为不斗，手罪龙不落，上罪对亲不女为送罪，老公该打。谁说他龙鳞的受罪的不如，伤得起并想要他特意，我来个老师吧。好了。二太爷帮你的忙啊，给你2条钱，拿了围着苏州去吧。我有慢慢语文，你妻儿同的娘为得收据，而为对的，为被二太爷内生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我为得固守上不披瓦，下不衬头，遇的死在收据嘛，为是死在这里的好狗儿不要。不要，太少。他说还不要，我给你10两银子，拿了，回到苏州做点小买卖，不是也可以过日子了吗？哎，这俺口起来个大块头了，良心太没狠，不我10两银子，不了不人家一个，不我别，哎呀，为兵而退，内生也不也。为什么？像我那是不落来呀，我鸡不能挑，水不能滴。手吃也塞空，10两银子么就老虎吃苍蝇，用我花人生就一死，有的死在松水嘛，还是死在这里的好。你口中这块龙月的呀，别要死了给他了。别管人家害我讲我不领本金，这一地方这个得名银子也实在什么都没占。你说这么要死，那么要死你？怎么样？你来你又不死，你说？哎，是哪个那个在乎二太爷内生的心有卖身对看。原来你要到这儿来卖身，真是。哦，这个条子帖子上有人来问询，因为要识字的，你科举上有机会不肯走。哦。那你识字不识字啊？不识字个高牛来，要是推来不推去，到底里下罗当的事搞的不来听听。向内生的正义诗话，济济佳能，师傅文章，草草无凭。我问你识字不识字，你叽里咕噜讲什么讲？你不懂，我乃识字的。识字就好了，识字就好了。好。几岁了？今年24岁，说起来太老不在第二，我说的是一地方，他是一在，他总是记不来看看。这样我乃是
昨日起跨18，那10年里么就是上8号行出来。哦，做事计跨18。相信你10岁，年龄相当，找一个亲戚朋友来，马上可以做一个中保，耐心投考。是，龙子半日的神女也中吧？哎呀，为子不中人吧？你是不是哭错了呀？哎呀呀，很佩你，这次龙庭军让异乡客的举目无亲后来中。人大自来，怪着海里进来，儿长，知了，老乡爷传。是，来了。当把个上声音溜进来嘛，你喉咙还中气做，是有地方么口唱了。宋金是有上到上头了，回到方主郎，抬到真亮郎了。叶子顶住对3个秋子忙着我拉拉米兜里2次星期不出来了，好生当中基辅之鬼，不为台北，了随观看。好了，无理一些，啥金是有？好相貌啊，3个好相貌，不超追来马身。太师一岁人，内生及太师一开走起来，都是太再攻一把。一浪一里，可是来了就是莫不是要是。虽然门宫，当面再要隆隆请上，新人领罪，新康明修，哪里甚是？公说今年几岁了？豆米几岁的？丽丽听啊，别哭啊！可是你放心，我们不是这样讲。今年18岁。对，忘记妈妈没好个18岁，豆米个做东西搞来还啥的？差空14岁。当不过啊，你谦虚点啊，你不管，豆米里向我当出来也讲，向内生师傅文章，草草无凭。是，看是。广东，我们俩说是那位当我说2个字嘛，师傅文章草草无凭，那倒不是我经济说经济家的，我晓得俺人。我一人之下，百万人之上。你自家看看现在啥个处境啊？最头糊弄啊！偏嘛，他光回头里要服务贴过，你说现在哪些灯光呢？可是味道，我家里带个狐狸，带不出，跟他的2、3年里坠落。既如此，老夫欲上礼。命你对公下令，能对非？就对个不合理是必当。3个在平台医院创造开篇，还是不必摧毁之力，请太师上礼。啥个做上礼？谁弄呢？当这个吃劲来讽刺呢？挖苦呢？听了是。洛阳上下绿荫神用心，我要对经过俺家人啊，谁是说明内3个月够容易，烈日当空，过得10里神交，真要不要他样肃杀。心里想，还有啥来个不是出版女出版，他都会懂，你对一无所据，正在为难之际，看见一口美容洋女子，他样这了让下头有一台石印，你还搏一搏，斗一斗，不不他样。留下来呢，马上对看。这个一位是于上海平台头的何志廷，的收集平台头的徐新玉，师兄妹合作上当。何志廷离在了50年代，得了一个兄弟叫何培廷，弟兄上当呢，一派当红，是听众们所熟悉的来意有在。
细细肉，各位听众也并不陌生。你呢，食量上看吃，唱量上食的，越去推吃就越听越有味的。现在就请欣赏马生对客。当一场把位置去向三小人的是的龙庭镇，欲进府门，只看见一张条子，奔赴要马施激动儿一名牛仔所来，那么像我追马生对客做第五人，吹响舞队我是童儿，童儿舞队路一浪步到地上，当头容易，神功必到。但是考虑到进厦门要有人来做个准备，我一无亲二无亲，这必时候。俺把和马子相夫加一场拉手，人们说得来一头送的红豆是为几个字喉咙。哎呀，哭啊！不认出来。那么再呢？哎，口杀你呀！我还没认出来，看上去只能用个把胸子眼子。哎，八字出去，非是地去，认出来了。科门人王进，杜开头刚对刚的。清晨早起，那个王八蛋在外旁边哭哭啼啼。夜色一归，我们出来个大块的做工家你做子，人红上能立起来，带我死了吧！不对，这是假的。不可见我不死，可见我就死。嘎个那非要举不了，见死不救。来走，口口里面装鱼两记三家嘛，啪啪家里打进到你背。我的上水包，对，站住！哎，不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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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到了地方，你坐下了吧？是。哎，还是一个小孩子。哎呀，小孩子啊，位置太高起不了来的，不是一招。年纪轻轻的为什么死啊？你要好好的告诉我，我二太爷帮你的忙。谁拉的那个两三话，连门单我们凭自家三称不来之实，百位上当。这俺为这一进相府看了秋香米拉带举地内吧，如此嘛不无大人。放屁！哪个不叫我二太爷？你叫我不服啊？瞧不起我？刚个，叫你爸爸不当你长辈自家人。啊，你估计这你他呀，替我人怎么没法？如此嘛，二太爷，听了，讲吧。我同分，没有中吧？那个不行，不行。能非请二太爷做一个中办法。我跟你非亲非故啊！这倒不妨，这也是一个亲戚呀。我跟你认个亲，认什么亲啊？你开认什么亲啊？我一进三年的亲就有点这样，没机会了。他跟我认亲，叫我认爸爸。他是我的儿子，不行，老乡也晓得我没有讨老婆，没讨老婆哪来的儿子啊？叫我声哥哥，我叫他声弟弟，没有这样的大哥哥，没有这样的小弟弟。有了，你姓康？姓康。那你爸爸也姓康啊？东门他的当然姓康。就说你家爸爸叫康老三，你咋不接对了噻？是。跟我几百弟兄。我比你爸爸小那么几岁，我跟你爸爸几百个弟兄啊，我就是你的，你就是我的那个，你就是。那不不听啥子？我是你的孙儿，你是我的司农大人。聪明，我手指半年分手出来，把你一手就手出来，还是这样讲。道道就我了，您这里立起来，谁此么司农大人？小
是人呀，可是不行，别你说不？是。恐怕还没有吃点心啊。吃个脸。不要客气，你要省西龙南河吃点心，吃不到点心。为这件马氏这大饼，终于手中之母，泡沫红中，来，请客。我那么上次不在，这山药落内大饼当饭。红肉狗狗你的美在都是说不？你等一下，我禀明老乡爷再说，你放心吧。是，当然。云阿叔人想了，马六吃了当，几根不是分一个分量呀，一个秋子丢出来。苏大人辛苦了。太师已怎样吩咐？像关着那精气，老子说，估计那个地马上温中嘛洗不成我功了。不行，怎样？老乡爷说原来是要的，现在时间久了，不要买了。那么无解。哎呀，总要苏龙大人帮忙的。别着急，我是老乡爷。外边来的不是敌人，是我的侄儿。老乡爷一听啊，就笑嘻嘻的。哎呀，你老人家为什么不说？您老人家一说你的侄儿啊，我一定要买啊！哎，看在你老人家脸上，我一定要买。就是看在我的脸上，要叫你进去看。我了太公了，这东西什么？哎，妹啊，怎样？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。什么话？老乡爷问你几岁啊？你该应17岁，你就说17岁；18岁，你就说18岁。你不要做了夸，你一夸老乡爷放屁。哦，吃那个果头嘞！是。于老师背影里来了，嗨！这小王八蛋价值不错啊，不错。林大儿我是有关着等一等，啪，校门里打进来。红色一定要马个东儿马不着呀，龙林镇地方小呀。今朝听见王进来讲是俺个切当嘛，当面口，现在听见是